2764。星号云中郡星号秦志星号11城户5351口26430。星号云中星号咸阳星号基林星号沙林星号沙南星号义星号北隅星号武泉星号元阳星号定襄星号固属定襄星号成乐星号固属定襄星号武进星号固属定襄。注一案乌桓有兰池城乌桓之为哽咽处。星号定襄郡星号高地志星号武城户3153口13571。星号善吴星号固属雁门星号同过星号武城星号洛星号中陵星号固属雁门星号雁门郡星号秦志洛阳北1500里星号14城户31862口249000。星号阴管星号义星号繁殖星号楼烦星号武州星号2汪陶星号巨阳星号郭星号平城星号3乐星号PG 2765。星号马邑星号4星号鲁城星号固属代郡5星号广武星号固属太原有下巫山6星号原平星号固属太原7星号强阴星号注意史记曰汉苏义军据注应绍曰山险民也在县尔雅巴陵西于雁门市也。郭裸曰及雁门山。山海经曰雁门山者雁飞出于其弦。注2前书武帝右匈奴入五州塞。注3前书高帝被为白登伏前约去县7里。注4干宝搜神记曰袭秦人逐城于五州塞内以备胡城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一地周旋反复父老一之因一矣。逐城乃不崩遂名之谓马邑。注5山海经曰星号秦星号太星号系之山无草木多金玉滹沱之水出焉。郭裸曰今滹沱河星号出星号县五夫山。周礼并州齐川滹沱谓之曰建安10年凿渠自滹沱入坟名平鲁渠。注6史记曰赵襄子北登下巫山以铜豆沙代王。郭璞曰尔雅山中有兽形如兔相互共行土俗名之孽。注7古史考曰赵衰居原今原平县。星号朔方郡星号武帝志星号6城户1987口7843。星号临戎星号三丰星号朔方星号沃野星号广木星号大城星号固属西河 PG 2766。右并州刺史部郡9县邑侯国98。1注意古今注曰建武11年10月西河上郡属星号为星号。谓至曰建安20年省云中定襄5原朔方至一县。领其名何以为新兴郡。星号卓郡星号高地志洛阳东北1800里
星号7城，户102210。8口633754。星号卓，星号星号乃星号侯国。一星号固安，星号一水出，宝水出。二星号范阳，星号侯国。星号良乡，星号北，星号新城，星号有汾水门。三星号方城，星号固属广阳。有临湘。四有都。抗廷。五注意《史记》汉武帝至明则，伏前约在县北界。注二案本纪，永元15年复置县铁关。注三史记曰：赵与燕坟门。注四故县后省。惠文王与燕邻了。注五刘向别录曰：都抗，高于之地。史记荆轲奉都抗。图入秦。星号广阳郡，星号高帝至，魏燕国昭帝更名魏郡。星号氏族省并上古，永星号平。星号元，星号8年复。五城，户44550，口286000。星号即星号本燕国。四史志。一星号广阳，星号昌平，星号固属上古。星号军都，星号固属上古。星号安次，星号固属渤海。PG 2767。注遗汉官曰：洛阳东北2000里。星号代郡，星号秦志。洛阳东北2500里。星号11城，户21120。三口126188。注意古今注曰：建武27年7月属幽州。星号高柳，星号桑干，星号道人，星号当城，星号马城，星号班氏，星号仪氏，星号北平邑，星号永元8年复。星号东安阳，星号平书，星号代，星号一。注一干宝搜神记曰：代城史注，立板干，一旦王西南版。450里于泽中自立，结尾为外门，因旧营驻焉，故其城周原。35丈，为九门，故城楚呼之以为东城。星号上古郡，星号秦志。惠阳东北3200里。星号8城，户10352口。51204。星号举阳，星号潘永元11年复。星号宁，星号广宁，星号PG 2768。星号居庸，星号构茂，星号着陆，星号义，星号下落，星号注一帝王世纪曰：皇帝所都有蚩尤。承版全帝皇帝祠。是本云在星号谷，星号彭，星号城南。张燕曰：在上古。于赞案里武帝谓云皇帝与赤帝战于版权之野，不在着。陆是伐蚩尤之地。星号于阳郡，星号秦志。洛阳东北2000里。星号9城，户68456。口435740。星号于阳，星号有铁。星号胡奴，星号陆，星号雍奴，星号泉州，星号有铁。星号平谷，星号安乐，星号思溪，星号广平，星号右北平郡，星号
秦至洛阳东北2300里，星号4城户9170口53475。星号土营星号徐吴星号郡米星号吴中星号辽西郡星号秦至洛阳东北3300里，星号5城户14150口81714。星号阳乐星号海洋星号令之星号有孤竹城毕星号肥如星号临榆星号2。注意伯夷属其本国。注2山海经曰：碣石之山，星号刚，星号绳，星号水出焉，其上 PG 2769有玉，其下多青碧。水晶约在县南。郭璞曰：或约在右北平离星号城星号城现海边山也。星号辽东郡星号秦至洛阳东北3600里，星号11城户64158口81714。注一按本纪，何帝永元16年郡复至西部都尉官。星号襄平星号新昌星号吴律星号望平星号后城星号安福星号平郭星号有铁星号西安平星号义星号问星号番汉星号踏氏星号注一卫士春秋曰：县北有小水，南流入海，距离别种，因名之小水墨。星号玄兔郡星号武帝至洛阳东北4000里，星号6城户1594口43163。星号高距离星号辽山辽水出。一星号西盖星号鸟星号马星号上英台星号高显星号固属辽东。星号后城星号固属辽东。星号辽阳星号固属辽东。2 PG 2770。注意山海经曰：辽水出白平东。郭璞曰：出塞外。星号咸星号灿星号白平山。辽山小辽水所出。注2东关书安帝即位之年，分3县来属。星号乐浪郡星号武帝至惠阳东北5000里，星号18城户61490。2口257050。星号朝鲜星号延冉韩星号沛水星号韩资星号战禅星号遂成星号增地星号代方星号四望星号海明星号裂口星号义星号长岑星号屯有星号昭明星号漏方星号提西星号浑迷星号乐都星号注意郭璞注山海经曰：烈水名。烈水在辽东。PG 2771。星号辽东属国星号故韩乡西部都尉安帝时以为属国都尉，别领6城。星号洛
阳东北3260里。星号昌辽星号固天辽，属辽西。义星号滨图，星号固属辽西。星号图和星号固属辽西。星号无虑星号有一五绿山。星号显读星号二星号房星号注意合法圣禁书有青城山。注二史记曰：王显谄满所兜。右幽州刺史部郡国11县邑侯国90。星号南海郡星号武帝志，洛阳南7100里。星号七城户71470。西口252282。星号番禺星号义星号博罗星号二星号中宿星号龙川星号四会星号揭阳星号增城星号有劳岭山。注意山海经星号注星号桂林巴树在奔于东郭璞云经幡。余注二有罗浮山，自会稽府往博星号罗星号山故至博罗县。星号苍梧郡星号武帝志，洛阳南6410里。星号11城户111000。395口466975。星号广信星号义星号谢幕。星号PG 2772。星号高耀星号丰阳星号临鹤星号端西星号冯城星号富川星号利浦星号锰陵星号二星号张平星号3。注遗汉官曰刺史至去洛阳9000里。注二地道记曰龙山河水所出。注三永平14年制。星号玉林郡星号秦桂林郡武帝更名。洛阳南6500里。星号11城。星号布山星号安广星号阿陵星号广域星号中溜星号桂林星号潭中星号临城星号定州星号增石星号岭方星号合浦郡星号武帝志，洛阳南9191里。星号五城户23001。121口86617。星号合浦星号PG 2773。星号徐闻星号义星号高梁星号二星号陵园星号朱崖星号注义胶州记曰出大吴公皮以贯骨。注二建安25年孙权立高梁郡。星号交趾郡星号武帝志及安阳王国。洛阳南11000里。星号12城。星号龙边星号义星号雷楼星号二星号定星号而星号定星号三星号狗漏星号四星号弥陵星号曲阳星号北代星号鸡徐星号西隅星号朱宁星号丰西星号建武19年制。五星号望海星号建武19年制。
注意胶州记曰：县西带江，有仙山数百里，有三湖，有注杭二水。注二地道记曰：南越侯之在此。注三胶州记曰：越人祝同魏传，在江潮退10箭。注四胶州记曰：有潜水牛上岸共斗，脚软还复出。注五胶州记曰：有提防龙门，水深百寻，大鱼登此门化。成龙不得过，抱腮点额，血流此水，横如丹池。有秦钱江，出藕山，分为99，流300余里，共汇于一口。星号九真郡星号五地治，洛阳南11580里。星号5城，户46500，百113，口209894。星号虚浦星号PG 2774。星号居峰星号义星号咸欢星号星号吴功星号无边星号注一胶州记曰：有山出金牛，往往夜见光耀时里。山有风门，常有风。星号日南郡星号秦象郡武帝更名。洛阳南13400里。星号5城，户18000，1263，口100676。星号西郡星号朱吴星号义星号卢荣星号2星号向陵星号3星号比景星号4。注意胶州记曰：其名依海寄居，不食米，只资鱼。注二胶州记曰：有采金谱。注三金之灵异国。注四博物记曰：日南出野女，偶行不见夫，其状小且白，罗毯无衣如。右胶州刺史部郡7县56。1. 注意王范交广春秋曰：胶州治雷县，元丰5年移至仓。吴广信县，建安15年至番禺县。诏书以州边远，使持节并。七郡皆受鼓吹，以重威震。汉书地理志承秦36郡，县邑数百，后稍分析至于校。平樊郡国103，县邑道，侯国1587。世祖中兴为官多一繁，乃命并河省郡国10，县邑道，侯国400余所。移至明帝至郡1，章帝至郡国2，和帝至3安。帝又命属国别邻比郡者6，又所省县渐复分治，至于孝顺、樊郡国150，县邑道，侯国1182，民户960。PG 2775。98630，口4915，220。3. 注意应少汉官曰：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才10。3. 边陲萧条，民有结疑，张塞破坏，停队绝灭。建武20。一年，时遣中郎将马援，业者分驻丰厚，保庇绍兴，立郡县。10余万户，或空置太守令，常招海人民。上校曰：今边无人而设常立治之，难如春秋速亡矣。乃建立3。营屯田植谷，持行者土以充实之。注二东官书曰：永兴元年，乡3682，庭12000。1442。注三应少汉官仪曰：永和中，户至1078万，口5000。3869588。右帝王世纪，永嘉兴号2兴号元兴号年户则多978771，口721万6。1636。应载极盛之时，而所书甚稀，舍永嘉多，取永和少，良不可解。皇甫密校和精审，复非谬记，未详孰是。启此事顺朝时书，后史籍未本乎？
夫无计所记，每地崩折罪户。口及垦田大树，经列于后，以见资减之差焉。光武中元2年，户4279634，口21007820。明帝永平18年，户5865573，口3401。125021。章帝章和2年，户745638784，口43356367。和帝永兴元年，户9237112，口53256002。129，垦田7321170顷80亩140步。安。帝延光4年，户9647838，口4806。197789，垦田6942892顷10。3亩85步。顺帝建康元年，户9946910。9，口49735550，垦田6896002。DG 2776。171顷56亩194步。冲帝永嘉元年，户909。137680，口49524183。垦田6957676顷20亩108步。直隶本初元年，户9348227，口4756万。6772，垦田6931123顷38亩。赞曰：西安后载正洽区分。侯霸狩猎，名吴长君。称号。谦格风歌纠纷。略存简易，多正前文。DG 2777。后汉书志第24。百官仪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将军。汉之初兴，成绩大乱，兵不及急，法度草创，略依秦制。后嗣因循，至景帝，感吴楚之难，使易损诸侯王。及至武帝，多所改作，然而奢广，民用匮乏。世祖忠心，务从节约并观。省直废简易计，所以补复残缺，及生未改，而四海从风中无安乐者也。袭周公作周官，分职者明，法度相持，王室虽为，犹能久存。今其遗书，所以观周氏牧民之的祭制，又其有意来世之范，盖未有所穷也。故兴即令王龙作小学汉官篇，诸文替说教略。无咎。亦为班固着百官公卿表，记汉承秦制官本末，弃于王莽。插有条贯。然皆效武奢广之事，又直分位息。世祖节约之制，一味长限，故依其官部粗注之分，以为百官制。二凡治官之本及中心所省，无应复见者，记在《汉书百官表》，不复悉载。注一案，胡广注龙此篇，其论之注曰：前安帝时，乐齐校尉刘千秋校书东官。好事者反长孙宇书曰：汉家礼仪属孙通等所草创，皆随律令在礼官，藏于几格无记录者九令。二代之业，安而不彰。承一传次，依拟周礼定位分职各有条序，令人无余志，入朝不惑。君以公族元老，正丁其任焉。可以矣。刘君慎然其言，与义子通人郎中张平子参议未定。DG 2778。而刘君迁魏宗正，魏平子为尚书郎、太史令，各务其职。魏辖序也。至顺帝时，平子为侍中典校书，方作州官解说，乃欲以星号汉星号见星号次数汉室，会复谦和贤乡，遂莫能立也。数作之功，独不易矣。既敢私言，故见故兴即令王文山小学为汉。
官篇略到公卿外内之职，旁及四夷博物调畅，多所发明，足以知旧制遗品。待法有诚意，而道有因格，是以疗己所宜。未作古解，各随其下，赘叙后世，令世施行，庶民觉止，广前。后分营之念，增助来折多闻之览焉。注二陈昭曰：本制祭酒事注曰百官部，今朝又采一同句。未系字，如或相貌，兼应注本注，犹须分显，故凡事就注通。魏大书称本注曰以表其意。太傅上公一人，一本注曰长以善导，无常直，士卒矣。卓茂为太傅，薨因省。其后美帝初即位，折至太傅录尚书事。薨，折省。二，注一大代记曰父，父之的义也。应少汉官仪曰父者，父也。贾生曰：天子不欲于先圣之的不知君名，知道不见礼义之政，诗书无宗，学业不法，此太师之责也。古者其太公止之。天子不惠于庶民，不礼于大臣，不忠于哲狱，无精于百官，不哀于丧，不敬于祭，不戒于齐，不信于事，此太傅之责也。古者周公止之。天子处位不端，授业不敬，言语不节，因生不忠，进退升降不以礼，抚养周旋无节，此太保之则也。古者燕赵公止之。天子宴夜反其学，左右之习诡其师。拔诸侯，欲大臣不知文雅之辞，以语之事，简文小宋，不博不习，此少师之责也。天子居处出入不以礼，衣服冠带不以制，玉器列册不以度，采服从好不以章，奋阅不以义，语夺不以节。PG 2779，此少父之责也。天子居处宴思，安而逸，乐而单，饮食不食，醉饱不节，勤其早宴无常，玩好戏弄无志，此少保之责也。此古天子自辅弼之礼也，自谓天子而贤治为之，故能虑无失计，举无过失，终身的终。注二胡广注曰：有古夷宰总己之意也。按灵帝之初，以陈波为太傅，播诸以胡广代，实不止一人也。董卓在长安，又自尊为太师，位在太傅上。应少汉官仪曰：太师，古官也。平帝元年，孔光以太傅见，受诏太师无朝，10日一次参次。临受帐，省中师作至己。太师入省中用帐，自是而缺。又汉官云：太傅常使1人，至千石，院属24人，令史御属22人。荀绰进百官表注曰：汉太傅至院属10人，御属1人，令史12人，至长史与汉议。太尉公1人。一本注曰：长四方兵士攻克，遂进即奏齐，奠罪而行赏罚。反交祀之事，长雅县。大丧则告示南郊。凡国有大造大夷，则与司徒、司空通而论之。国有过事，则与二公通鉴争之。世祖即位，为大司马。2建武27年，改为太尉。3注一应少曰：自上安下约尉，武官西以为称。前书曰秦官，郑玄注曰令义曰秦官。尚书中后云顺为太尉。东方举非秦官，以此追南玄焉。陈昭曰：韦后西书，宗贵神鬼出没隐显，洞狭淡怪，该合阴阳，角盈起伏，或有先征，时能后验，故手记构思，杂称小府通。如打好，时略文志。公书一周据于张衡之节。五口汉府，秉乎尹敏之奉。仆称分位，其俗多矣。太尉官时司天，于顺作。
载权衡复正，将事据后位以书前，非唐官之时号乎？太尉所 PG 2780。直吉顺所长，遂以同长追称太尉，乃忠厚之望，盖非官之位。谬。康成渊博，自助忠厚，才极助理而忘顺位，岂其实哉？此是不发机于忠厚，而正之于乐令也。广为之窍，未探硕意。说婉约当尧之时，顺位司徒。新论曰袭尧是于大陆者，领陆天子事，如今尚书官矣。古史考曰顺居百魁，总领百事。说者以百魁尧出别志，于州更名以载，思其然矣。注二汉官仪曰：元寿6年罢太尉，法州制置司马。实义者以为汉君有官后，迁人司马，故加大魏大司马，所以别一大小司马之号。注三蔡直汉仪曰：甫开缺，王莽初起大司马，后篡道神弃，故遂贬去其缺。汉官仪曰：张衡云：明帝以新号为新号司马，司空府新号矣。荣新号、御新号、复新号，更新号至新号太尉府。时公赵也。西曹院安西正君素好名节，以为朝廷新造北宫，整饬官司，汉拔魏虐民，不堪命，曾无殷汤六世、周宣云汉之辞。今府本管陶公主地舍，原职既少，自足相受。即表陈之，及新号见新号听许。其东新号地新号。临辟雍，立二府，光冠壮丽，而太尉新号府新号独卑陋新号云新号显。宗东顾叹息曰：追牛纵酒，勿令起而未宰。使子是魏氏。中参乘归据白之，以为恨，平谴责君，君自何去，道发病亡。古今注曰永平15年，更作太尉、司徒、司空府。开阳城门内与此不同。陈昭案留于魏大司马，而与太尉并置焉。常使一人迁食。一本注曰：属诸曹氏。注一卢直礼注曰：如州小宰。PG 2781。院使属24人。本注曰：汉旧注东西曹院比410余。院比310，属比200担，故曰公府院比古原是三命者也。或曰汉初院使辟皆上言之，故有制比命事。其所不言，则谓百担属，其后皆自辟除，故通谓百担云。一西曹竹服使属用。东曹主2000时常立迁除及军吏。户曹主名户，祠祀农桑。奏曹主奏议事。祠曹主辞宋事。法曹主由一科成事。魏曹主卒。图转运事。贼曹主盗贼事。决曹主罪法事。兵曹主兵事。金曹主货币、盐、铁事。仓曹主仓谷事。黄河主部路省西事。二注遗汉书音译曰正曰院，复曰属。注二应少汉官仪曰世祖诏方经选举，咸宁诸子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性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民足以决，才任三府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诏及刺史2000时，查茂才由义孝廉之力，务尽时合，选择英俊，贤行，廉洁平。端于宪议，勿受事以职。有非其人，临既过属，不便习官事。书不端正，不如诏书，有私奏罪名，并正举者。又就何题？
业者，士卒改以三府院属为业者领之，迁超御史中丞、刺史，或为小郡。监察黎阳业者，士卒以幽并州兵旗定天下故于黎阳立营，以业者监之，兵旗1000人，复除甚众。业者任轻多。放秦泰、顺帝改用公节府院有亲民威重者，迁超牧守焉。汉官目录曰：建武12年8月，以为诏书，3公举茂才各1人，廉吏各2人。光禄遂举茂才4行各1人，察廉吏3人，众2000。10岁察廉吏各1人，廷尉、大司农各2人。将兵将军遂察廉吏各2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遂举茂才各1人。PG 2782。令史及御属23人。本注曰：汉旧注公令史百担自中。兴以后注不说实数。御属主谓公御。议河下令史主河下威仪事。记事令史主上。张表报书记。门令史主府门。其余令史各典曹文书。2. 注一巡辍进百官表注曰：御属如录是也。注2应少汉官已有官旗30人。司徒公1人。一本注曰：长人民事。凡教民孝悌训顺。迁简养生送死之事，则依其志见其度。凡四方民事功课，遂尽则奏其殿罪而行赏罚。凡交祀之事，长省生事着大丧则长奉安子公。凡国有大仪大事，与太尉同。世祖即位，为大司徒。2建武27年去大。3. 注意孔安国曰：主图西，教以礼义。注2汉官仪曰：王莽时亦以汉无司徒官，固定3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世祖即位，因而不改。蔡直。汉仪曰：司徒府与苍龙缺对，厌于尊者不敢好府。应少曰：此不然。丞相就位在长安时，府有4出门，随时听事。明帝本欲依之，迫于太尉、司空，但为东西门耳。国没有大义，天子车驾亲信其殿。汴西王侯以下更衣并存。每岁州郡听采尝，立赃匹，民所疾苦，还调奏之，是谓之举谣言者也。轻者举谣，言者愿属令史都会殿上，主者大言某州郡形状云何，善者同。声称之，不善者各耳衔枚。大教皆取无名氏，其中或有爱憎为才处置之案昧也。若乃中山筑田，建州赵之列，当轴处中。望减恶之节，但首尾之机，现囊捉搓，无能倾城，其与身图虚。PG 2783。则邓通、王家峰还诏书，苗以乎？州里有外朝，干宝注曰：礼司徒府中有百官昭会殿。天子与丞相决大事，是外朝之存者。注3汉就仪曰：哀帝元寿2年，以丞相为大司徒。郡国守常史上记事尽，遣公出庭，上亲问百姓所疾苦。记事院史1。人大因读毕，遣曰：诏书殿下尽力无科报。呈史归告2。迁时顺民所疾苦，即去残贼，审则良吏，无任苛刻。至欲决讼，误得其中。明诏忧百姓困于衣食，2000石率劝。农桑私称厚恩，有以赈善之，无烦恼夺民食。今日公卿以下，勿斥减克，奢侈过制度以益甚，2000石身率有以化之。民冗时，勤谨以法养士疾病，治医药物治之。诏书无事除养至今，未变又更过度，甚不称。微告2000石，勿审曰如法。且按部改者常立以星号文星号。
官司将庭漏败，强援以坏不治，无半户者不胜任，先自何不应法？归告2010听。10年更名乡。国安县地方董卓自太尉进位相国，而司徒不省。及建安末，曹公为丞相，敕律为御史大夫，责罢3公官，巡绰近100官。表注曰：汉丞相府门无拦，不设陵，不景谷，言其身大阔远，无节县也。常使1人，迁10，院属31人，仪令史及御属36人。本注曰：世祖即位，以武帝故事至司职，居丞相府驻都路。株洲建武18年省也。2. 注仪汉官目录约30人。注2辛号，汉辛号辛号县辛号地起居注曰：建安8年12月复置。司职部属司徒，掌都中都官，不领株洲。9年11月诏司。执笔司隶校尉，坐同席在上，驾传制，从事3人，书佐4人。PG 2784。司空公1人。一本注曰：掌水土事。凡营城起义郡沟，去修坟房之事，则依其例，建其功。凡四方水土攻克，遂尽，则奏其殿罪而行赏罚。凡郊祀之事，长扫除乐器，大丧则长姜。孝复土。凡国有大造大仪，见征与太尉同。2世祖即位，魏大司空。3建武27年，去大。4. 注意马融曰：长营城郭主司空图以居民。注2韩诗外传曰：3公之德者何？曰司马、司空、司徒也。司马主天，司空主土，司徒主人，故阴阳不和，4时不节。星辰失度，灾变非常，则之司马。山林崩矣，川谷不通，五谷不植，草木不茂，则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国多盗贼，民怨其上，则之司徒。故3公典其职，忧其分，举其变，明其的，此之谓3公之事。注3应少汉官仪曰：虽和元年，罢御史大夫官，法州制，出至司空。一者又以县道官御司空，故复加大，谓大司空。亦所以别大小之文。注4汉旧仪曰：御史大夫上继承长史曰：诏书殿下，布告郡国，臣下承宣无状，多不就，百姓不蒙恩，被化，守长史。告郡与2010同立为民心力除害，故有以安之，称诏书。郡国有冒才不贤者，言星号上星号，残民贪污烦扰之力，百姓所苦勿任用。方察不称者，刑罚勿于的中，恶止其身。选举明耻，过度勿有以化之。问今岁善恶孰于往年，对上。问今年盗贼孰于往年，得无有偶被大贼，对上。陈昭案，献帝建安时3年，又罢司空，至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敕律，律免不得补。巡绰近100官表注曰：献帝至御史大夫，职如司空，不领侍御。是 PG 2785。属长史1人，迁10，院属29人，仪令史及御属42人。注仪汉官目录云24人。将军不常制。本注曰：长征伐背叛，比攻者4，第1大将军，次骠骑将军，次车骑将军，次卫将军。又有前后左右将军。1. 注仪蔡直汉仪曰：汉兴至大将军，骠骑位次丞相，车骑卫将军，左右前后皆金子，位次上卿。点京师，兵卫4夷屯井。初，武帝以卫青树征伐有功，以为大将军，欲尊宠之。以
古尊官为有三公，皆将军使自秦，晋以为亲号，故置大司马。冠号以冠之。其后霍光、王凤等皆然。成帝虽和元年，赐大司马应寿罢将军官。世祖中兴吴汉以大将军为大司马，仅单位骠骑大将军位在宫下及前。后左右杂号将军悉多皆主征伐，士气皆罢。一明帝初即，魏以弟东平王苍有贤才，以为骠骑将军。以亡故，位在宫上。数年后罢。张帝即位，西羌反，故以旧马房行车骑将军征之。还后罢。何帝即位，以旧窦县尉车骑将军征匈奴，位在宫下。还复有功，迁大将军，位在宫上。复征西羌，还免官罢。安帝即位，西羌寇乱，复以旧邓至为车骑将军征之，还迁大将军。魏如县数年复罢。自安帝政治衰缺，时以敌就耿保卫大将军，常在京都。顺帝即位，又以皇后父兄弟相继为大将军，如三公焉。2 PG 2786。注一位略曰曹公至都护军中尉至护军将军，亦皆比。2000时，玄军并止罢。注二梁纪别传曰：元嘉2年，又加祭礼仪。大将军朝，到端门若龙门，业者将引。曾院属舍人令使观旗鼓吹，各10人。常使司马皆1人，千石。一本注曰：司马主兵，如太尉。从事中郎2人，600石。本注曰：直参谋议。二院属29人。三令史及御属31人。本注曰：此皆辅元职也。又赐观旗30人及鼓吹。4注意东官书曰：窦宪作大将军，至长史，司马元历官属。位赐太傅。注二东官书曰：大将军出征，至中护军1人。注三按本传，东平王作骠骑，院使40人。注四应少汉官仪曰：鼓吹20人，非常员。舍人10人。其领军皆有部曲。大将军营5部，部校尉1人，比2000石。军司马1人，比1000石。部下有曲有军后1人，比600石。曲下有星号纯、星号屯、星号纯、星号屯、星号长1人，比200担。其部至校尉部但军司马1人。又有军驾司马驾后，皆尉副2。其别营领属为别部司马，骑兵多少各随时宜。门有门后。其余将军至以征伐，无原职，亦有部曲司马军后以领兵。其直隶部及各1人，总之营事。兵曹院使主兵士器械。秉驾院使主秉驾进司。又至外赐赐监主罪法。明帝初制度辽将军，以为南单于西兴将有2星者，后数有。不安，遂为长守。1 PG 2787。注一应少汉官仪曰：度辽将军，孝武皇帝初用范名有。明帝兴号兴号永平兴号8年，行度辽将军事。安帝元初元年至。真应亲授至2000石。长史司马600石。东官书云司马2人。PG 2788。后汉书至第25。百官2太常光禄勋忏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太常卿1人，重2000石。一本注曰：长礼仪祭祀，每祭。4先奏其礼仪。及行事常赞天子。2每选士博士，奏其能否。大赦养老大丧，皆奏其礼仪。每月前会查行灵庙。3成1人，比1000石。
四本注曰：长凡行礼及祭祀小事，总属曹氏。五其属曹。院使、随侍魏员诸卿皆然。注一卢直礼注曰：如大乐正。注二汉就仪曰：赞享一人至600石，掌赞天子。注三汉官曰：元历85人，其12人四科，15人左，5人驾左，13人百旦，15人骑力，9人学士，16人守学。是。陈昭曰：凡汉官所载列职人数，今悉已注，虽颇未繁。盖州里列官，陈人议星号，放星号于前，以为名籍，时官国至此，则鸿魔不可缺者也。注四卢直礼注曰：如小乐正。注五汉就仪曰：承举庙中非法者，太史令一人600石。本注曰：长天时，新历。凡岁将中，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取之事，长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 PG 2789。国有瑞应、灾异，长记之，一城一人。明堂及灵台城一人2。百旦。本注曰：二城，长守明堂、灵台。灵台长后日月星气，皆属太史。2。注仪汉官星号，仪星号曰：太史代赵37人，其6人智力，3人归过，3人卢宅，4人日食，3人议事，2人典禳，9人集事、许氏、典昌氏各3人，家法、秦语、解释各2人，1人。注二汉官曰：灵台代赵40星号2，星号星号一星号人，其14人后辛，2人后日，3人后风，12人后气，3人后癸景，7人后中律，1人舍人。国事祭酒1人，600石。本仆射中兴转位祭酒，一博士14人，比600石。本注曰：义四、师、孟、梁丘经士。尚书3欧阳大小夏侯氏。13鲁、齐、韩氏。礼2大小代氏。春秋2公羊言严氏。长教弟子。国有一事，长成问对。本400石。宣帝增制。2。注意胡广曰：官民祭酒，皆一谓之原常者也。古礼宾，克得主人传，则老者一人举酒以祭于地，就说以为是有先。注二本纪桓帝延熙2年至秘书监。太注令一人600石。本注曰：凡国祭祀，长独注即营。宋神。一城一人。本注曰：长注小神事。PG 2790。注仪汉就仪曰：庙祭太注令主席酒。汉官曰：元历41人，其2人百旦，2人斗石，22人左，2人学士，4人守学士，9人有志，150人助人，载242人，徒者60人。太宰令一人，600石。本注曰：长载公鼎祖传句之物。凡国祭祀长臣传句。1成一人。注仪汉官曰：明堂成一人，2百旦。元历42人，其2人百旦，2人斗石，23人左，9人有志，2人学士，4人守学士。载442人，徒者73人，忏士15人。大清号子辛号辛号与辛号乐令一人，600石。本注曰：长祭乐。凡国祭祀，长请奏乐，及大享用乐，长其程序。一城一人。2注仪汉官曰：元历25人，其2人百旦，2人斗石，7人左，10人学士，4人守学士。乐人8义武380人。卢直礼注曰：大辛号子辛号与令如古大虚。汉大乐律悲者之子不得武宗庙之胄。
除吏2010到610，及关内侯道五大夫。子取士子高5尺以上，年12到30，颜色和身体修治者，以为5人。祝二卢直礼注曰：大乐城如谷小虚。高庙令1人610。本注曰：守庙长按行扫除。吴城1 PG 2791。注遗汉官曰：元历4人，忏事1 15人。世祖庙令1人610。本注曰：如高庙。1注遗汉官曰：元历6人，忏事20人。先帝陵每陵园令各1人610。本注曰：长守陵园，按行扫除。城级校长各1人。本注曰：校长主兵戎盗贼事。1注遗应少约翰官明制曰：承接选校连郎年少保法者签。五府长史都官令侯司马。先帝陵每陵10官令各1人610。本注曰：长望会时，节祭祀。1注遗汉官曰：每陵10监1人至610。监城1人3百旦。中黄门8人，从官2人。按时监即是10官令号，右属太常。本注曰：有辞4令1人，后转属少府。有太伯令610，后省并太史。中兴以来，省前凡10官。1注遗按前书，10官者，太宰、军官、都水、雍太柱、武制，各一位也。东官书曰：张帝又制4令，成延平元年省。光禄勋卿1人，重2010。本注曰：长肃忏宫殿门户。PG 2792。典业属郎更直直己，肃忏门户，考其德性而进退之。一交4之。是长3县。2城1人，比1010。注意胡广曰：勋有也，亦曰魏4。星号官，星号换星号。4主殿宫门户之职。注2汉官曰：元历44人，其10人4科，3人百旦。1人斗时，2人左，6人其吏，8人学士，13人守学士。1人官1。忏事81人。五官中郎将1人，比2010。本注曰：主五官郎。1五官中郎比610。本注曰：无缘。2五官侍郎比410。本注曰：无缘。五官郎中比310。本注曰：无缘。凡郎官皆主更直直己。肃忏诸殿门，出冲车骑。唯一郎不在职中。3注一蔡直汉仪曰：中郎解，其府对太学。注2郎年50已属五官，故曰610。注3蔡直汉仪曰：三属郎见光禄勋，直板败。见五官左右将，直板不败。于三公诸卿无尽。左中郎将比2010。本注曰：主左属郎。一中郎比6百旦。侍郎比410。郎中比310。两本注曰：皆无缘。注一蔡直汉仪曰：星号郎，星号中，星号郎，星号解，其府星号府星号次五。冠星号府星号。注2三郎。PG 2793。右中郎将比2010。本注曰：主右属郎。中郎比610。侍郎比410。郎中比310。本注曰：皆无缘。1注1三郎并无缘。虎贲中郎将比2010。本注曰：主虎贲肃忏。一左右仆。设左右臂长各1人，比610。本注曰：仆射主虎贲郎袭。设臂长主执虎贲，朝会在殿中。2虎贲中郎比610。虎贲侍郎比410。虎贲郎中。
比310。3. 桀从虎奔，比200担。4. 本著曰皆无缘。长速颤侍从。自桀从虎奔9者转迁，才能插高至中郎。注意前书武帝至其门，平地更名虎奔。蔡直汉仪曰主。虎奔1500人，吴长元多至1000人。拜河冠，赐右江府。右虎奔就作虎奔，言如虎之奔也。王莽遗古有勇士孟奔，故名焉。孔安国曰若虎奔兽，言其甚猛。注二汉官曰必长，莫受同应。注三荀绰近百官表注曰虎奔诸郎，皆父死子代汉制也。注四四郎，羽林中郎将比2010。本注曰主羽林郎，必羽林郎，子310。本注曰无缘，长速颤侍从。常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6郡梁家补。PG 2794。文武帝以便马从列，还宿殿壁檐下侍中，故号严郎。2. 注一案，汉末又有4众郎将，皆率师征伐，不知何时至。董卓为东中郎将，卢植为北中郎将，献帝以曹兴号直兴号位。南中郎将。注二前书曰初至明见张营旗，后更名。初补310城魏。荀绰近百官表注曰言其严厉整锐也。按此则魏严郎与志不同。蔡直汉仪曰羽林郎百兴号1，兴号2，兴号18人，吴长元。府赐虎奔府。羽林左监一人，610。本注曰主羽林左骑，一城一人。注一汉官曰孝廉郎座主羽林900人。二监官属使吏，皆自出羽林中，有才者作。羽林右监一人，610。本注曰主羽林右骑，乘一人。奉车都尉比2010。本注曰无缘。一长御乘于车。注一汉官曰3人。驸马都尉比2010。本注曰无缘。一长驸马。注一汉官曰5人。其都尉比2010。本注曰无缘。一本监羽林骑。注一汉官约10人。PG 2795。光禄大夫比2010。本注曰无缘。一凡大夫一郎阶。长顾问应对，无常事为诏令所使。凡诸国4之丧，则光禄大夫长调。注一汉官约3人。太中大夫1010。本注曰无缘。1. 注一汉官约20人，至比2010。中散大夫610。本注曰无缘。1. 注一汉官约30人，至比2010。谏议大夫610。本注曰无缘。1. 注意胡广曰光禄大夫本为中大夫，武帝元寿5年制。谏大夫为光禄大夫，世祖中兴以为谏议大夫。又有太中、中、散大夫，此4等于古皆为天子之下大夫，是列国之上卿。汉官约30人。一郎610。本注曰无缘。1. 注一汉官约50人，吴长元。业者仆射一人，比1010。本注曰为业者台律主业者。天子出，奉引。古众习武，有主射以都路之，故曰仆射。一长。PG 2796。是业者5人，比610。本注曰主殿上10节威仪，二业者30人。其给事业者410。其官业者郎中，比310。本注曰长兵赞受事，即上章报问。将大夫以下之丧，长史调。本员70人，中兴旦30人。
3. 初未冠业者，满岁未给事业者。4. 注一蔡直汉仪曰：见尚书令，对一无尽。业者见纸板，拜之。注二汉官曰：业者30人，其2人公府院600石。星号特，星号星号持，星号时也。注三旬辍进百官表注曰：汉皆用孝连年50，威容严苛。能兵者谓之。明帝诏曰：业者乃尧之尊官，所以是顺兵于4门。4门木木者也。其燕太子使荆轲结始皇，便其2营之嫌。其后业者持匕首刺义，高足言5行文，故意之以板。注4蔡直汉仪曰：出府城，常使、灵令皆选仪容端正，任奉使者，右属光禄勋。本注曰：直属光禄者，自武关将至与灵右间，凡7属，自奉车都尉至业者，以文属焉。就由左右曹至以2。迁时，上殿中主授尚书奏事，评审之。士卒省使小黄门郎，受事车驾出给黄门郎监，有请示令车驾出在前请所信。绞车银白，示众甚。中兴但以郎监，士气罢，又省车护骑。凡3将，一级与灵令。注意如纯曰主车曰车郎，主护颤曰护郎。颤谓轻一人，重2000石。本注曰长宫门颤氏宫中角。PG 2797。巡视一城一人，比1000石。注一汉官曰：元历41人，其9人4科，2人200担。文学3人100担，12人斗石，2人左，12人学士，1人官衣。颤氏60人，公车司马令1人600石。本注曰长宫南阙门，凡吏名。上章四方贡献及争议公车者，一城为各1人。本注曰承选小会，长之非法，为主阙门兵进，戒非常。2. 注一献帝起居注曰：建安8年，一郎颤陵为公车司马令，为随将大夫，就公车令与都官，常使魏从将大夫自领使。注2胡广曰：诸门部各陈屯夹道，其旁当兵以示威武，交己以遮望出入者。南宫颤氏令1人600石。本注曰长南宫颤氏，一城1人。注一汉官曰：元历95人，颤氏537人。北宫颤氏令1人600石。本注曰长北宫颤氏，一城1人。注一汉官曰：元历72人，颤氏471人。左右都后各1人600石。一本注曰主见己事，矫巡公，及天子有所收考。PG 2798。2城各1人。注一州理司务是有业事，干保注曰今都后之属。注2汉官，右都后元历22人，颤氏416人。左都后元历28人，颤氏383人。蔡直汉仪曰：宫中诸有合奏罪，左都后执己系车服送赴诏狱，在官大小各附所属，以马匹附。见尚书令、尚书仆射、尚书皆执板拜见。丞郎皆1。公业门每门司马1人，比1000石。目注曰南宫南屯司马，主平城门。一星号北，星号宫门苍龙司马主东门。2玄武司马主玄武门。3北屯司马主北门。4北宫朱爵司马主南掖门。5东明司马主东门。6朔平司马主北门。7凡7门。8凡居宫中者，皆有口及于门之所属。公名2字，为铁印文符，按省符乃内之。久若外人以事当入本。
辛浩公、辛浩官、辛浩长史未封启传，其有官位出入令狱者言其官。注遗汉官曰：元历9人，忏事120人。古今注曰：建武13年9月初开此门。注2按洛阳宫门名为苍龙缺门。汉官曰：元历6人，忏使40人。注3汉官曰：元历2人，忏使38人。注4汉官曰：元历2人，忏使38人。注5汉官曰：元历4人，忏事124人。古今注曰：永平2年11月初作北宫朱爵南司马门。注6汉官曰：元历13人，忏事180人。PG 2799。注7汉官曰：元历5人，忏事117人。注8汉官曰：凡元历皆队长左。注9胡广曰：服用木长星号可，星号尺，星号2寸，铁印以服之。右属忏位。本注曰：中兴省吕奔令，忏事1人成。1注遗汉官目录曰：右3卿，太尉所部。太仆卿1人，重2010。本注曰：长车马。天子每出，奏驾上鲁部用。大驾则直御，必成1人，比1010。注遗汉官曰：元历70人，其7人4科，1人200担。文学8人百担，6人斗石，7人左，6人骑力，3人驾左3。11人学士，1人官衣。考功令1人，610。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承则传直金吾入武库，及主之授诸杂工。一左右承各1人。注遗汉官曰：元历109人。车府令1人，610。本注曰：主乘于诸车，必乘1人。注遗汉官曰：元历24人。未央就令1人，610。本注曰：主乘于急救中诸马。1长乐就乘1人。2 PG 2800。注遗汉官曰：元历70人，卒邹20人。注2汉官曰：元历15人，律邹20人。目宿宛官田所，1人守之，右属太仆。本注曰：旧有6旧，皆610令，一中兴省曰：但至一旧，后至左郡令，就别主乘于御马，后或并省。又有牧师宛，皆令官逐养马，分在河西6郡界中，中兴皆省，为汉阳有留。马宛但以与琳琅兼领。2注意前书曰：有大舅未央，加马3令，各5乘1位。右车府陆林骑马骏马4令乘。晋卓曰：6旧名也，逐马万匹。注2古今注曰：汉安元年7月制成华旧令，至610。廷尉卿1人，重2010。一本注曰：长平狱奏当所应。凡郡国宴一罪，皆处当以报。2正左监各1人。3左平1人。610。本注曰：长平爵诏狱。注一应少曰：兵狱同治，故称廷尉。注2胡广曰：宴直也。汉官曰：元历140人。其11人4科，16人200担停星号，是星号立星号，文学16人百。13人御史，27人左，26人骑力，30人驾左。1人官衣。注3前汉有左右监平，士族省右而游曰左。右属廷尉。本注曰：孝武帝以下至中都官狱26所。PG 2801。各令长明士族中兴皆省，为廷尉及洛阳有诏狱。1注一蔡直汉仪曰：正月旦，时观朝贺，光禄勋刘家庭。为赵氏各辞不能朝，高赐举奏，皆以被病笃困，空文武之位。
却上卿之赞，既无中信断经之用，而有拜礼伤化之由，不仅不敬，请廷尉治家罪，河南尹治事罪，亦以市长廷尉，故转属他官。大鸿胪卿一人，重2000石。一本注曰：长诸侯及四方归，亦蛮夷。其交庙行礼赞导，请行事，即可以命偶司。诸王入朝当交迎，典其礼仪。及郡国上计，匡四方来，亦属焉。二皇子拜王，赞受应受。即拜诸侯，诸侯四子及四方夷狄封者，台下鸿胪召拜之。王薨则始调之，即拜王嗣。成一人，礼1000石。驻益州李相须干保注曰：今鸿胪。驻二汉官曰：元历55人，其6人4科，2人200担。文学6人100担，1人斗石，14人左，6人其力，15人学士，5人官一。永元10年，大将应顺上言，百郡既立，官国之光，而舍逆旅，其驱司管，直装衣物，必朽铺路，朝会渺远，事不速给。袭辛号尽辛号，罢国蒙主耳，舍诸侯于利人，子产以为大饥。况今四海之大，而辛号百，辛号可，辛号无乎？何地加纳其言？即创业燕大行令一人，600石。本注曰：主诸郎，一城一人，治理郎47人。二注一汉官曰：元历40人。PG 2802。注二汉官曰：其4人4科，5人200担，文学5人100担，9人斗石，6人左，6人学士，12人守学士。东官书曰：主斋辞兵赞9兵。又有公事，主调中都官斗石以下公赐乡。五按卢直礼注曰：大行郎亦如业者，兼举形貌。又属大鸿胪。本注曰：承秦有典属国，别主四方夷狄朝贡。世子成帝时省并大鸿胪。中兴省一官，别火2令，成一级郡邸长，成但令郎制。郡邸。二注意如纯曰：汉遗注别火欲令官主治改火事。注二汉官目录曰：右三官司徒所部。PG 2803。后汉书志第26。百官3宗正大司农少府。宗正卿一人，重2000石。本注曰：长续禄王国嫡庶之次。及诸宗室亲属远近，郡国遂因记上宗室名籍。若有犯法，当坤矣。上先上诸宗正，宗正以闻，乃报决。一城一人，礼1000石。注意胡广曰：又遂移至诸王室普差序之地。汉官曰：元历41人，其6人4科，1人200担，4人100担，3人左，6人其力，2人法家，18人学士，1人官一。诸公主每主家令一人600石，成一人300石。本注曰：其余属力增减无常。一注一汉官曰：主簿一人至600石，仆一人至600石，司府长一人至600石，家丞一人300石，直隶3人，从官2人。东官书曰：其主薨无子，至父一人守其家。又属宗正。本注曰：中兴省都司空令成。一注意如纯曰：主罪人。PG 2804。大司农卿一人，重2000石。本注曰：长诸钱谷金帛诸货。B 郡国40上月旦见钱谷部，其拨未必各据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未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一城一人，礼1000石。不成一人600石。本注曰：不成主躺藏。二注
注遗汉星号，书星号星号官星号曰元历164人，其18人4科9人斗时，16人200担，文学20人百担，25人左，75人学士，1人官1。注2古今注曰建初7年7月，为大司农制成1人，至迁。10别主躺藏，则不成应试而制不同。应少汉官制1云2000。10太仓令1人610。本注曰主受郡国传草谷，1乘1人。注遗汉官曰元历99人。平准令1人610。本注曰长之物甲主炼染作彩色，1乘1人。注遗汉官曰元历190人。导官令1人610。本注曰主冲玉米即作干贝导则也，1乘1人。注遗汉官曰陈立112人。PG 2805。右属大司农。本注曰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街。属郡县。宜又有领西令610长祭祀牺牲厌恶之属。2级。洛阳福长3荥阳敖仓官中兴街属河南尹。于军书等皆省。4注一位制曰曹公至典农中郎将至2010。典农都尉至610或410。典农校尉至比2010。所主如中郎。部分别而少，谓校尉成。注2汉官曰成1人310。元历40人，其11人。陆时17人左，7人学士，5人守学士，皆河南属县给吏者。注3汉官曰服长1人至410。成1人200担。民法补。元历36人，13人百担色夫，11人斗时12人左。又有辽赵成310别治中水官主水渠在马服东。有元历6人。注4军书者，前书孟康注曰魏诸当所有书于官者皆令书其土地所饶，凭其所在时甲官更于他处获之。书者既变，而官有利。言铁论大夫曰王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书往来繁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治书官以相给。运而变远方之贡，故曰军书。开为府于京师，以龙货物见，则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时，商贾无所利，故曰平准。准平则民不失职，军书则民不劬劳，故平准军书，所以平万物，而变百姓也。文学曰古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供不求所着，农人纳其货，宫女效其之。今是其所有，则其所无百姓见买货物以便上求。贤者郡国或令民作不序，立流难与之谓服。吏之所入，非独其陶之间，蜀汉之部也，亦民贤之所谓。2行间卖贫，农民重苦，必苦女工减税，未见书之君也。县官委发，河门契服，及万民并收。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PG 2806。吏自服则吏荣间，豪吏富商，积货除物，以待其急，轻甲间。吏收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待古之军书，所以其劳易而变。贡书非以为利而假万物也。王龙小学汉官篇曰调军。报度书曹伪书。胡广注曰边郡诸官请调者，皆谓调军。报给之也。以水通书曰曹伪稽也。郡国所积聚金帛货会，随时输送诸司农，曰伪书，以供国用。前书又有都内及田令，城、沃官、铁服两长，
城郡国诸仓农监65官长城皆属之。少府卿一人，重2010。本注曰：掌中服御诸物衣服，保获真善之属。一城一人，比1010。注遗汉官曰：元历34人，其一人4科，一人200担，5人100担，4人斗星号10星号星号10星号，3人左，6人齐立13人。学士一人官一。少者小也，小故称少府。王者以租税为公用，山则皮持之税以供王之私用。古皆作小府。汉官仪曰田租，除驴以给经用，凶年山则于盐服税少服以给私用也。太医令一人610。本注曰：长诸一，一药成，方成各一人。本注曰：药成主药，方成主药方。注遗汉官曰：元一293人，元历19人。太官令一人610。本注曰：长御饮食，一左丞、干丞、夯官丞、果丞各一人。本注曰：左丞主饮食，干丞主善具，夯官丞主酒，果丞主果。2 PG 2807。注遗汉官曰：元历69人，卫士38人。荀绰进。百官表注曰：汉制太官令制1010，丞4人，制410部。与志同。注2荀绰云：干丞长诸甘肥，果丞别在外诸果菜如。守宫令一人610。本注曰：主御执笔墨及尚书才用，诸物及风靡，一丞一人。2注遗汉官曰：元历69人。注2汉官曰：官丞200担，公府吏府也。上林苑令一人610。本注曰：主院中禽兽，颇有民居，皆主之。武得其兽送太官，一丞未各一人。注遗汉官曰：元历58人。按桓帝右志宏的院令，侍中比2010。一本注曰：无缘。长侍左右，暂导西事，顾问应对。法驾出，则多侍者一人参乘，余皆骑在乘于车后。本有仆射一人，中心转位祭酒，或至或否。2注遗汉官至云1010。周礼太仆干保注曰：若汉事中。注2蔡直汉仪曰：侍中常博选就如高的博学渊艺，仰战府事，切问进对，御旨公卿，上殿称制，参乘佩玺秉剑。原本8人，裴建就在尚书令仆射下，尚书上。京官出入境中，更在尚书下。司隶校尉见事中，执板衣，河南尹亦如之。又是中就与中官据指境中，武帝时，侍中莽河罗遐任谋逆，由是事。PG 2808。中出境外，有事乃入，必即出。王莽秉政，侍中复入，与中官共旨。张帝元和中，侍中郭举与后宫通，拔佩刀经上，举伏诛。侍中由是复出外。中常侍1010。本注曰：患者无缘。后增至比2010。长侍左右，从入内宫，暂导内西事，顾问应对给事。黄门侍郎610。本注曰：无缘。长侍从左右，给事中。管同众外，及诸王朝见于殿上，引王就坐。1注遗汉就仪曰：黄门郎属黄门令，日暮入对青漏门拜，名曰系郎。宫阁部青漏门在南宫。谓星号冠、星号权、星号柱无都复。曰：青漏，户边青漏也。亦曰天子门内有梅阁在众，礼青。话曰漏。献帝起居注曰：帝出即位，出至侍中，给事黄门。
侍郎原各6人，突入境中，进士为卧，省尚书事，改给事黄。门侍郎为侍中侍郎，去给事黄门之号，学复复故。旧事中黄门侍郎已在中宫者，不与进密交正。诸黄门后，侍中侍郎出入境为稽事颇路，由是王允乃奏笔上书，不得出入，不通兵。客自辞时也。又曰诸燕人官，悉以一郎、郎中称制。如故，诸属令2梁冠，必殿上得诏都官从事以下。小黄门600石。本注曰：患者无缘。长侍左右授尚书事，尚在内宫，官通中外及中宫以下悉事。诸公主及王、太妃等有疾苦，则使问之。黄门令1人600石。一本注曰：患者，主省中诸患者，2城从城各1人。本注曰：患者，从城主出入从。注一董8曰：进门曰黄榻，以中人主之，故号曰黄门令。TG 2809。注2汉官曰：元历18人。黄门署长、画室署长、御堂署长各1人，丙署长7人，皆400石。黄寿。本注曰：患者，各主中宫别处。中黄门冗从仆射1人，600石。本注曰：患者，主中黄门冗从，居则宿卫执守门户，出则骑从，加乘于车。中黄门比百担。本注曰：患者无缘。后增比300石。长给事禁中。掖庭令1人，600石。本注曰：患者，长后宫贵人才女士。一左右丞、报事丞各1人。本注曰：患者，报事丞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事治。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事。注一汉官曰：历从官167人，代诏5人，元历10人。永相令1人，600石。本注曰：患者，典官避事使1丞1人。本注曰：患者。2。注一汉官曰：元历6人，历从官34人。注2汉官曰：右丞1人，报事1人。御府令1人，600石。本注曰：患者，典官必作中衣服籍5碗之属1丞知事丞各1人。本注曰：患者2。注一汉官曰：元历7人，历从官30人。注2汉官曰：右丞1人，祠祀令1人，600石。本注曰：典中诸小祠祀1丞1人。TG 2810。本注曰：患者。注一汉官曰：从官吏8人，邹仆射1人，家屋8人。勾顿令1人，600石。本注曰：患者，典诸进池院又有官，知处1丞、永安丞各1人，300石。本注曰：患者，永安、北宫东北别小公民有员官，院中丞、果丞、红池丞、南园丞各1人，200担。本注曰：院中丞主院中离宫，果丞主果园，红池池名在洛阳东20里，南园在洛水南。2着龙间3。直里间各1人，400石。本注曰：着龙一原名晋北宫，直里一原名也在洛阳城西南角。注一汉官曰：历从官40人，元历48人。注2汉官曰：又有属1人，胡熟监1人。按本纪还。帝又至显阳苑城。注3应少汉官制曰：至600石。中藏府令1人，600石。本注曰：掌中必帛金银诸货物1丞1人。注一汉官曰：元历13人，历从官6人。内者令1人，600石。
本注曰长辛号公辛号中不张诸。辛号一，辛号谢辛号戊，一左右丞各一人。注遗汉官曰从官禄是一人，元历19人。PG 2811，上方令一人610。本注曰掌上手工作御刀剑诸好器。戊，一丞一人。注遗汉官曰元历13人，历从官6人。尚书令一人千10。本注曰承勤所至，亦武帝用宦者。更为中书业者令，成帝用士人复故。长凡玄属即奏下尚书曹文书稀释。2. 注意寻辍近百官表注曰唐虞官也。诗云众山府王之喉舌，该为此人。注二蔡直汉仪曰故宫未知者，昭会辛号部，辛号下必奏事。增至2000时，故自配同印没收。尚书仆射一人610。本注曰属尚书事，令不在则奏。下稀释。1. 注一蔡直汉仪曰仆射主封门，长受领驾前谷。凡3公。列卿、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副道中，御尚书仆射、左右丞郎。御史中丞、侍御史皆避车御相回避。卫士传不得五台官，台官过后乃得去。陈昭案，献帝分至左右仆射建安4年矣。荣少尉尚书左仆射是也。献帝起居注曰少卒官，赠职金吾。尚书6人610。本注曰成帝初置尚书4人，一分位。4曹2常侍曹尚书主公卿士。3 2000时曹尚书主郡国2000时。是。4明曹尚书主凡历尚书事。4客曹尚书主外国夷狄事。6世祖承尊后分2000时曹，又分客曹为南主客曹、北主客曹。PG 2812。7凡6曹，8左右丞各一人410。本注曰长录文书启会。左丞主立明章报及邹博使。9右丞驾属印绶及纸笔墨诸才用。库藏。10侍郎36人410。本注曰一曹有6人主作。文书起草。11令史18人200担。本注曰曹有3主书。后增具曹3人，合21人。12注意为昭曰上奉也。注二汉就仪曰初置5曹，有3公曹主段誉。蔡直汉仪曰典天下对晋及客事。3公尚书2人。典3公文书。立曹尚书典选举斋4属3公曹。灵帝末两谷未选部尚书。注3蔡直汉仪曰主常侍黄门御史事，士族改曰立曹。注4汉就仪曰义云主刺史。蔡直汉仪曰长中。辛号郎辛号都辛号官水火盗贼辞讼罪省。注5蔡直汉就仪曰典善治工作坚持愿诱盗贼。是。注6尚书龙作纳言出入帝命。印绶曰今尚书。官王之喉舌。注7蔡直汉仪曰天子出猎驾御府曹郎属之。注8周礼天官有司会郑玄曰若今尚书。注9蔡直汉仪曰总典台中纲纪无所不统。注10蔡直汉仪曰右丞与仆射队长受领驾前谷与左丞无所不统。凡中宫漏夜禁，古明则起，中明则息。卫士甲乙角。相传甲夜毕，传乙夜，相传近5更。卫士传言5更，未明3。课后鸡鸣，卫士总丞郎屈言上台，不续宫中鸡，汝南出鸡鸣。卫士后诸爵门外专传鸡鸣于宫中。印绶曰楚歌金鸡，民歌也。
晋太康帝道纪曰：后汉故使同阳、公安、细阳四县卫士，习此举于缺下歌之金鸡名士也。PG 2813注11蔡直汉仪曰：尚书郎初从三属一台事，出上台称首。尚书郎终岁满称尚书郎，3年称侍郎。客曹郎主治羌胡事，据迁2千石或刺史，其功迁魏县令，至满自战县去诏书赐钱3万与3台祖建，于官则否。至延1月，准夜公卿灵庙乃发。御史中丞与尚书丞郎必车执板柱1丞郎坐车举手礼之。车过园乃去。尚书言左右丞，敢告之如诏书律令。郎见左右丞，而一无尽，称曰左右军。丞郎见尚书执板对1，称曰明时。见令仆射执板拜朝贺对1。注12古今注曰：永元3年7月增尚书令史员。公满位，常犯禁者宜补小县，没受。蔡直曰：皆选兰台，符节上，称简精炼有力能为之。绝录注曰：故事尚书郎以令19缺补之，士卒时改用孝廉卫郎以孝廉丁寒补焉。寒称病不救。诏问时病，休卫郎乎？对曰：臣时不病，持以孝廉卫令使之耳。士卒怒曰：虎奔灭！侯杖之数十。诏曰：欲卫郎不。韩曰：能杀臣者陛下，不能卫郎者臣。终诏遣出，竟不卫郎。韩字淑春，今赵阳陵人也。有高洁，正直不挠，后拜焚阴令，至有名气，迁汉中太少。七弟为公孙述将，收七宋南郑狱，免官徒显自陈。诏曰：汉中太守妻乃系南郑狱，谁当骚其被构者？悬牛头，卖马府，道直行。孔子语。以韩服罪，且韩义妻。万履勿谢。至有义卒于官。符节令一人600石。本注曰：为符节台律主符节事。凡前10长受节。上符喜郎中4人。本注曰：就2人在中，主喜。及虎符、竹符之半者，一符节令使200担。本注曰：长书。2 PG 2814注遗汉官曰：当得名法律郎。州里长节有虎节、龙节，皆今也。但宝注曰：汉之同虎符，则其至也。周又曰：以应当辅之。但宝曰：因刻书也。当逐渐也。刻而书其所使之事。以注3节之性，则汉之主使符者，亦取则于故事也。注2卫士春秋曰：中平6年，使复节上赤宝。御史中丞一人，迁10。本注曰：御史大夫之成也。就别间，御史在殿中密举非法，一及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因别留中。为御史台律2后右属少府。制书侍御史2人600石。本注曰：长选民法律者谓之。凡天下诸验一事，长以法律当其是非。3侍御史15人600石。本注曰：长察举非法，受公卿偶立。奏事有为师举合之。凡郊庙之祠及大朝会、大封拜，则星号1。星号2人兼威仪，有为师则合奏。4注一周礼，星号小宰星号长建邦之公行，以主治王公之政令。但宝注曰：若御史中丞。注2风俗通曰：尚书、御史台皆以官仓头卫立主父。舍凡守其门户。蔡直汉仪曰：丞故2千石谓之，或选侍御史高第职。县中司、昭会独坐，
内掌兰台都诸州刺史，纠察百僚出尉。2010，谓制曰建安治御史大夫部领中丞，至长史一人。驻三蔡直汉仪曰选御史高第补之。胡广曰孝宣。赶路温书言，秋季后请宴。时帝幸宣誓，斋居而绝世，令侍御。使二人致书，欲食其此。后因别致，冠法冠至百担有应受。与符节郎共平廷尉奏事，罪当轻重。荀绰进百官表注曰 ：“P.G. 2815。惠帝以后，无所平治，备位而已。”驻四蔡直汉仪曰：“其二人者更直。执法省中者皆纠察，百官都州郡，公法府院属高第补之。初称首，满岁拜真出。至据尉刺史2010，平迁补令。建中丞，直版一。兰台令史610。本注曰长奏及印公文书。又属少府。本注曰直属少府者，自太医、上林凡4官。自侍中至御史，皆以文属焉。承勤凡山泽皮池之税，名曰禁。前属少府。士族改属司农，考功转属太仆，都水属郡国。孝武帝初治水衡都尉，至比2000时，别主上林苑有离宫验修之处。士族省之，并其职于少府。每立秋初流之日，折战治水衡都尉。士气乃罢之。少府本6丞，省5。右省汤官知事令至丞。右省上林石池监，包人长城，患者昆台，一次非2-3令211丞。右省水衡属官令，长城为20余人。漳河以下，中官稍广，加长要，太官御者勾顿，上方考功别作监，皆610，患者谓之转为监副，或省故录本官。3. 注意昆台本名甘泉居士，武帝改。注二次非本名左翼，武帝改。注三蔡直汉仪曰：少府扶着出见都官从事，持板。都官从事入少府见扶着持板。汉官目录曰右三卿，司空所。不 P.G. 2816。后汉书至第27。百官四职金吾太子太傅。罢长秋太子少傅将作大将城门校。渭北。军中后司隶校尉职金吾一人，重2000石。一本注曰长公。外界司非常水火之事。2月3绕行宫外及主兵器，无犹豫也。3成一人，比1000石。4提其200人。本注曰无至比例石凤。5. 注一汉官至云比2000石。注二胡广曰忏为巡行宫中，则金吾角于外，相位表里，以勤奸讨华。注三应少曰执金戈以御非常。汉官曰元历20。9人，其10人4科，1人200担，文学3人100担，2人斗石。13人左学士，主提旗。注四汉官至云610。注五汉官曰执金吾提旗200人，星号持戟星号520人。于辅导从光满道路偶辽之中，思罪状矣。世祖叹曰：是。换当作执金吾。武库另一人610。本注曰主兵器。成一人。P.G. 2817。右属执金吾。本注曰本有士道，左右中后3人610。车驾出，长在前倾道，还持挥至宫门，宫门乃开。中兴旦一人。右不常至，每出以郎监视道后，是以罢不复属执金吾。右省中垒4户都传令，呈位及左右京府都尉。太子太傅一人，重2000石。
本注曰执掌辅导太子。李儒。师不领官属。一注意寻绰近百官表注曰唐虞官。太常秋一人2010。本注曰承秦将行，患者景帝更。为大长秋或用事人。中兴常用患者执掌奉宣中公命。凡给赐宗亲及宗亲当。阅见者官通知中公出则从。一城一人610。本注曰患者。注意张燕曰皇后卿。中公仆一人1010。本注曰患者。主欲。本注曰太仆。至2010，中兴省太减至1010，已属长秋。中公业者另一人610。本注曰患者。中公业者3人410。本注曰患者。主报中章。中公尚书5人610。本注曰患者。主中文书。中公司府另一人610。本注曰患者。主中藏币帛珠。物财衣被捕完者皆主之。一城一人。本注曰患者。注意丁符汉仪曰中公藏府令至1010，以比喻府令。PG 2818。中公永相令一人610。本注曰患者。主公人。承一人。本注曰患者。中公黄门冗从仆射一人610。本注曰患者。主中黄门冗从。一注意丁符汉仪曰给事中公侍郎6人，比尚书郎，患者谓之。给事黄门4人，比黄门侍郎。给事羽林郎1人，比羽林。将虎贲观其下。中公属另一人610。本注曰患者。主中公亲属天子。庶与其6人，承妇道成各一人。本注曰患者。妇道成主。中阁道。中公要长一人410。本注曰患者。又属大长秋。本注曰承秦，有詹事一人，位在长秋上。亦患者主中诸官。成帝省之，以其职并长秋。事后皇后当法。嫁出则中夜，中患者直隶权监詹事奉引弃罢。患者诸后。尚书选监直隶一人奉引云。其中长信、长乐公者至少府一人。直如长秋，及于历皆以功名位号，原数至次如中公。一本注曰：历祖母称长信公，故有长信少府、长乐少府，位在长秋上及。直隶皆患者至次如中公。长乐又有忏位、仆卫太仆皆2000。10在少府上。二其崩则省不常治。注意长乐武官使朱宇之类是也。注二丁符汉仪曰承610。太子少傅2010。本注曰亦以辅导位职，西主太子官。属一 PG 2819。注仪汉官曰元历12人。太子律更令一人1010。本注曰主庶子舍人更直职。四光禄。太子庶子410。本注曰吴元如3属中郎。太子舍人200担。本注曰吴元更直肃忏如3属郎。中一注仪汉官曰13人，选良家子孙。太子家令一人1010。本注曰主仓谷饮食执祀司农。少府。太子仓令一人610。本注曰主仓谷。太子食官令一人610。本注曰主饮食。太子仆一人1010。本注曰主车马，直如太仆。太子旧长一人410。本注曰主车马。太子门大夫610。
一本注曰：旧注云直比郎将。就有左右护将，别主左右护直郎，建武以来省之。注仪汉官曰：门大夫2人，选4府院属。太子中庶子610。本注曰：元5人，直如侍中。太子行行马比610。本注曰：旧注云元16人，直如夜。者太子出，则当直者在前导威仪。一注仪汉官曰：选郎中补也。TG 2820。太子中中盾1人410。本注曰：主周颤脚巡。太子参律1人410。本注曰：主门颤事。右属太子少傅。本注曰：凡出即位，未有太子，官属皆罢。唯舍人不省，临属少府。将作大将1人2010。一本注曰：成秦，曰将作少府。景帝改为将作大将。长修作宗庙，禄请公事，陵园木土之功，并述童子之类，列于道册。2成1人610。注一蔡直汉仪曰：为赐河南尹，光武中元2年省业者。领之。张帝建初元年复置。注2汉官篇曰：树立，妻子同，胡广曰：古者列。数以表道，并以为灵佑。4者皆慕名，至公事并主之。毛诗传曰：以子属也。陆星号姬，星号姬，星号草木书曰：子时同。题曰：以今星号，名星号人，星号云无同是也。子，今人所谓子丘者是也。左校令1人610。本注曰：长左公徒。成1人。一注意安地父也。右校令1人610。本注曰：长右公徒。成1人。一注意安地父也。右属将作大将。一 TG 2821。注意前书曰：属官右有左，右中后，星号右，星号时，星号库东原。主张左右前后中校7令丞，成地省。城门校尉1人，比2010。本注曰：长洛阳城门12所。一注意州里司门。干宝注曰：如今校尉。司马1人1010。本注曰：主兵。城门每门后1人16。百旦。两本注曰：洛阳城12门，其正南1门曰平城门，3北宫门属卫尉，其余上西门4，雍门5，广阳门6，荆门7，小月门、开阳门、8号门、9中东门、10上东门、11古门、12厦门、13凡12门、14注意州里每门下12人。干宝曰：如今门后。注2蔡直汉仪曰：门后见校尉执板不拜。注3汉官制曰：平城门卫宫门不至后，至屯司马至。千10。李由明曰：平城司武爵位楚中。古今注曰：建武14年9月，开平城门。注4应少汉官曰：上西所以不纯白者，汉家出城，故丹。星号7，星号漏之。李由明曰：上西在记，魏越为虚。注5名曰：雍门楚中，魏越在有。注6名曰：广阳魏孟，绝越在身。TG 2822。注7名曰：今名自定，魏继越位。注8应少汉官曰：开阳门使城未有名，素习有一注来在。楼上郎协开阳县上言，县南城门一柱飞去。光武皇帝使来事，是怅然，遂兼服之。克记其年月，因以名焉。名曰开。阳在孟，魏越为4。注9名曰：号门直纪，越位在臣。注10名曰：中东楚仲，越位当卯。注11
名曰上东少阳，爵位在营。注12，名曰古门北中，未当于子。注13，名曰厦门直梦，未月在亥。注14，蔡直汉仪曰洛阳24街皆一庭。12，城门门一庭，又属城门校尉。北军中后一人，600石。本注曰长监5营。1，注仪汉官曰元历7人，后自得辟诏通大鸿胪1人。陆10，屯骑校尉1人，比2000石。本注曰长宿卫兵。一司马1人，1000石。2，注仪汉官曰元历128人，领事700人。注2，蔡直汉仪曰5营司马监校尉直板不败。乐骑校尉1人，比2000石。一本注曰长宿卫兵。2司马1人，1000石。PG 2823。注意如纯曰越人内附以为奇也。晋卓曰取其才，力超越也。安纪光武改清京星号，右星号左星号校尉为乐骑校尉。陈昭曰越人非善其所出，晋卓未允。注2，蔡直汉仪亦曰长乐骑。汉官曰元历127人，领事700人。步兵校尉1人，比2000石。一本注曰长宿卫兵。2司马1人，1000石。注意出至掌上林宛门屯兵，见前书。注2，汉官曰元历73人，领事700人。长水校尉1人，比2000石。一本注曰长宿卫兵。2司马胡骑司马各1人，1000石。本注曰长宿卫主乌桓骑。注意如纯曰长水胡名也。韦昭曰长水校尉典。胡骑就近长水，星号胡，星号故星号以为名。长水盖星号官，星号中小。水名。注2，蔡直汉仪曰主长水，宣取胡骑。汉官曰元历157人，乌桓胡骑736人。射生校尉1人，比2000石。一本注曰长宿卫兵。2司马1人，1000石。注意符前曰公射也。明末中闻声则射中之，故以为名。注2，蔡直汉仪曰长代诏射生事。汉官曰元历129人，领事700人。PG 2824。又属北军中后。本注曰旧有中垒校尉，领北军营垒之事。有胡骑、虎贲校尉皆武帝制。中兴整中垒，单至中后以兼。五营胡骑并长水，虎贲主轻车并射生。1，注一按大架鲁步5校在前，各有鼓吹1部。凡重2000石，乘比1000石。征2000石，乘长史600石。比2000石，乘比600石。令乡1000石，乘为400石。其600石，乘为300石。长乡400石及300石，乘为皆200担。诸侯公主加成至皆比100担。诸边章塞尉、诸陵校尉长皆200担。有常吏者不属制。司隶校尉1人，比2000石。一本注曰孝武帝出制2尺。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禁郡犯法者。3，元帝去节成帝。省建武中复制并领1州。4，从事使12人。本注曰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5，公曹从事主州选属及西事。别驾从事校尉刑部则奉引。录西事。部曹从事主裁古部书。其有军事则治兵曹从事。主兵事。
其余部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谓百担云。驾左25人。本注曰：主部录河下士审文书。门庭长主州正。门公曹书左主选用。校经师主监视经。月令师主时节辞祀。律令师主评法律。部曹书左主部书。其余都。官书左及每郡国各有典郡书左一人，各主一郡文书，以郡吏。5. 岁满一更。司隶所部郡期。注一蔡直汉仪曰：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究。封侯外豁3公以下无尊卑。入宫开中道称使者。美会。PG 2825。后道先去。注2巡绰进百官表注曰：司隶校尉州官也。征河中。杨时公主乌古之欲起，乃依州治司隶。陈昭曰：州无司隶，岂及司寇乎？注3前书曰：至从中都官徒1200人，补乌古都大监。华后罢骑兵。注4蔡直汉仪曰：司隶一台廷议，除9卿上，朝贺楚公。卿下陪卿上。初除叶大将军，3公通夜持板衣。公仪朝。贺无尽。还召入宫队。见尚书持板朝贺一。注5蔡直汉仪曰：都官主洛阳百官昭会，与3府院同。国务记曰：中兴以来，都官从事多出之河内侯及贵戚。河南尹一人主京都，特奉朝请。其京赵尹、左冯翊、右扶风3人，汉初都长安，皆至众2000石，谓之3府。中兴都落。杨更以河南郡为尹，以3府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制。其余弘农、河内、河东3郡，其治尹、冯翊、扶风及太守程凤。之本位在地理志。PG 2826。后汉书志第28。百官五州郡县乡亭里匈奴。中郎将务还校尉护长校尉王国。宋魏。国列侯关内侯4夷国百官奉外12州，每州刺史1人。6. 百担。本注曰：秦有监御史，监诸郡，汉兴省之旦遣丞相使。分赐诸州，无常官。孝武帝初置刺史13人，至600石。一城。帝更为募至2000石。建武18年，复为刺史12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2诸州常以8月巡行所部郡国3路。囚徒4考殿罪。5出岁进议京都奏事。6中兴旦阴祭历。7注意古今注曰：常以春分刑部郡国各遣一吏营界上。诸书不同也。注2蔡直汉仪曰：诏书旧典，刺史班宣，州行郡国省。察治政处置能否，断理冤狱，以6条问事，非条所问即不省。1条强宗豪幼，田宅于治，以强凌弱，以息暴寡。2条2000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被公相司，旁照守吏，轻于百姓。聚敛未奸。3条2000石不恤一狱，锋利杀人，怒则任刑，喜责任赏，烦扰苛暴，剥戮梨园，为百姓所及，山崩石裂，夭降。俄言。4条2000石悬属不平，苟阿所爱，必贤宠玩。5条 PG 2827。2000石子弟护士荣事，请托所监。6条2000石为公下笔阿富豪强，通行货路，割损政令。诸州刺史出除，比诸持板衣部。拜献帝起居注曰：建安18年3月庚寅，省州并郡复
禹共之九州。冀州的魏郡、安平、巨鹿、和贤、清河、柏林、常山、赵国、渤海、甘霖、平原、太原、上党、西河、定襄、雁门、云仲、五原、朔方、河东、河内、涿郡、渔阳、广阳。右北平、上古、代郡、辽东、辽东属国、辽西、玄兔、乐浪。凡32郡。省司隶校尉以司隶部分属豫州、冀州、雍州。省凉州刺史以并雍州部郡的弘农、京兆、左冯翊、右扶风。上郡安定、陇西、汉阳、北地、武都、武威、京城、西平。西郡张掖，张掖属国、酒泉、敦煌、西海、汉兴、永阳、东。而南凡22郡。省胶州以其郡属荆州。荆州的胶州之仓。吴、南海、九真、交趾、日南与其旧所部南阳、张陵、南郡。江夏、武陵、长沙、零陵、贵阳凡13星号郡星号。益州本部郡。有广汉、汉中、巴郡、前卫、蜀郡、臧歌、越归、益州、永昌。前卫属国、蜀郡属国、广汉属国，今并的胶州之玉林、合浦。凡14星号郡星号。豫州部郡本有颍川、陈国、汝南、沛国、梁国。鲁国今并的河南、荥阳都尉凡8郡。徐州部郡的下邳、广陵、彭城、东海、琅邪、历城、城阳、东莞凡8郡。青州的齐国、北海、东莱、济南、乐安凡5郡。献帝。春秋曰：孙权以部至行胶州刺史。东冠书曰：交趾刺史。时节。祝三胡广注曰：寻魏一马也。献赐传驾之，以走疾游。古言复岁。祝四胡广曰：献议囚徒，皆阅录事，参考词状，识其真。魏有轻冤者，及时评理也。祝五胡广曰：克地常力不称职者，未殿举免之。其有志 PG 2828。能者未罪。察上游益州、右壮州中立民茂才一等，遂举1人。祝六胡广曰：所察有条印绳役者，折复问之，不如揉兔。刚也。遂进稽所状纳京师，民奏事，差其远近，各有常会。祝七胡广曰：不复自议京师，其所到皆如旧典。东关。书曰：何帝初，张仆上言，臣闻王者法天，淫惑奏事太为。故州牧刺史入奏事，所以通下问之外事也。数十年以来，重其道归烦恼，故时止务奏事，今因以为故事。臣愚以为刺史事事，满岁可令奏事如旧典，问州众风俗，恐好恶过所道，是所闻。见考课西职，下章所告，及所自举有益者赏议之，其由无状。逆诏书、行罪法记器戒其余，令各尽慎所职，予以衰灭贪邪。便佞。韩诗外传曰：王者必立木方3人，所以使窥远。木兮也。远方之民有饥寒而不得衣食，欲送而冤师执贤而不举者，入告天子。天子于其君之朝也，一而进之曰议政。知政教有不得而者邪？如何乃有饥寒而不得衣食，欲送而冤师执贤而不举？然后其君退而与其卿大夫谋之。远方之民闻皆曰成天子也。夫我居之辟，见我之进也；我居之忧，见我之明也。可欺乎哉？可欺乎哉？故牧者所以开四牧，通四聪，皆有从事史驾佐。本注曰：原直略与司隶同，无都官从。是其公曹从事魏志中从事。豫州部郡国6，冀州部9，延州部8，徐州部5，青州部6，荆州部7，
扬州部6，益州部12，凉州部12，并州部9，幽州部11，胶州部7，樊9 18。其27王国相，其71郡太守，其属国都尉。属国分郡里远县治之，如郡差小，治本郡民。世祖并省郡县400余所，后世稍复增之。PG 2829。注意陈昭曰：习在先代列爵书等久服不同，饥荒之意。虽连帅相思，牧国分长，而封疆治县，兼拥有数，如深之始毕。守之实指，故能高卑相顾，远近为继，偶后克穆，共康赵数。元及周衰，稍尽吞广，邦国亲征，地怀贪掠，犹历数百年，乃能成其病医，岂非术之有本，使其然乎？秦兼天下，开设郡县，孤立独王，即以颠王。汉祖因循，虽不顿革，分治子弟，终堪。诸吕之难，建剖列郡，以减大都之权。后延安之徒，由慷慨发奋，为千里之危，及古之强国，虑非安本无穷之计也。孝武之末，时至刺史，兼究非法不过6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制财数百，威望轻寡的有察举之情，未生临犯之性。成帝改穆，其盟使大既非是治之主，故无取焉耳。世祖忠心兼乎？正本复约其职，还遵旧制，断亲奏事，省入习繁，见得自重。之路因兹以降，民于岁年，武后当朝多以弱守六合为动。四海溃壁，才尽力竭，刚为恼悔，而八方不能内侵，诸侯莫敢入伐，岂非干强之弱，控制肃众之所至乎？至教临在位，横流既及流焉矫位，自谓深谋，非有忧国之心，专怀狼惧之策。抗论纪事，建议于主，盛称一众牧国，未足镇压万里，辖千数。算苟往一时，其可永为国本，长其盛数哉？夫圣主遇事，莫无大必声明，成其修谋，传其典制。由云事久必生，无或通贯，故便改政服，革一职文，分爵3、5，参差不一。况在数矮之君，挟奸诈之臣，共所创制，焉可人因？大见尊周之规，竟无一日之治，故淹没一土，造地服于民。袁绍取计，下至书于燕、朔，刘表荆南，交天四地。魏祖巨眼，遂构黄叶，汉之舔面。或源乎此。及真后代，任计弥广，委之邦宰之命，受之抚越之重，驾之都督之威，开之征讨之略。晋太康之初，武帝亦宜其然，乃 PG 2830。诏曰：上古及中代，或至州牧，或至刺史，至监狱使，皆总纲纪而不复政，治民之事，任之诸侯郡守。袭汉末四海分崩，因以吴蜀自斗，自是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此一时之宜。今赖宗庙之灵，士大夫之力，将表平定，天下合之为一。当韬及干戈，与天下休息。诸州无事者罢其兵，刺史分职皆如汉室故事，出颁诏条，入奏事京城。亲时专治民之众，兼司清郡于上，此经久之体也。其变，省州牧。晋武帝又见其必矣，虽有其言，不足其事。后四纂，既穆政愈众，据地纷争，尽覆天下。袭王畿之大不过千里，周之所思，广袤兼远。争强虎视之臣，千鼎阁中之日，未尝不借拨兵之权，挟董司之力逼迫。四系凌夺冲诱，
其胜者陈主杨兵，骨肉战也。昆弟萧玄伯，孰屠猎？莫状披青，伟大不掉，既用此史，亦并以终。青州遇袭，莫或图改，至洛今有贤婢之痛，秦台有不守之。户胡羌地心低，先更起，磨灭偶离，流获百世。兼兵所，见兼元资度。呜呼！后之圣王，必不久至私弃，灵长之中。邦有神算，不然，则雄汉反拒之势，俱甚于此心，贫强作害之。某方胜于后裔。凡州所监都尉京都治尹一人，2000石乘一人。每郡治太守一人，2000石乘一人。郡当边戍者，乘卫长史。一王国之乡亦如之。每属国治都尉一人，比2000石乘一人。本注曰：凡郡国皆长治民，进贤劝公，决送简监。常以春行所主县劝民农桑，赈救伐绝。秋冬遣无害立案训诸囚，凭其罪法论课。殿罪2岁进遣吏上计。3并举少廉郡口20万举一人。魏一人点兵进，被盗贼，景帝更名都尉。武帝又置3府都尉各一人，击出入。边郡治农都尉主屯田植谷，又置蜀国都尉主蛮夷将者。中兴建5、6年，省诸郡都尉，并执太守、吴都事。PG 2831之意。4省官都尉为边郡往往治都尉及蜀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安帝以枪犯法，3府有陵园之首，乃复置右扶风都尉、京兆虎牙都尉。5皆置诸曹院使。6本注曰：诸曹略如公，辅曹无东西曹。7有公曹使逐选属功劳，有5官院属公曹及诸曹氏。其兼属县有5部都邮曹院一人。正文有廷常一人。主记事使、主录记书崔其惠。吴令史、河下及诸曹各有书佐干主文书。8注意古今注曰：建武6年3月，令郡太守诸侯相并，成长史行事。14年，罢边郡太守成长史领承职。注二案律有无害都立，如今言公平立。汉书音译曰：文无所往害。萧何以文无害为配主立院。注三卢直礼注曰：纪断9月，殷勤以10月为正故。注四古今注曰：6年8月，省都尉官。应少曰：美。有据星号直，星号贼星号，郡临时治都尉，士气罢之。注五应少汉官曰：盖天生武才，民并用之，废夷不可。谁能去兵？兵之射上矣。亦称贤木为胡，言木为使，胡使之。立以威天下。春秋3时务农，1时讲武。师美公刘斐，居斐康，入更出战，乃李侯良、干戈载星号、袭星号、杨星号四方。莫当自郡国霸才官其事之后，官无警备，时起寇兴。一方有难，三面救之，发兴雷震，燕征电击，一切取变，前手萧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借势，一旦驱之以及强敌，犹纠却补鹰斗。浑阳一柴虎，是以每战常负，王屡不振。张角怀峡腰卫，遐迩摇荡，八州并发，燕岩降天，木首萧烈，流血成川。而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奋志纵横。郭将良善，以为己功，才获粪土。PG 2832。哀夫民忙迁流之咎，见出在兹，不教而战，是为弃之机。
其或败，岂须也哉？春秋家不藏甲，所以一国威亦私利也。今虽四海残壤，亡命未洽，可折冲压难，若止于掌，故至又扶风。著六星论曰：王莽时至西海郡，令其力皆百担轻士。亦曰为412岁而迁补。著七蔡直汉仪曰：河南辛号府辛号引辛号院出考案，与从事同。著八汉官曰：河南尹元历927人，12人百担。诸县有至35人，官属院15人，四部都由辛号，使辛号立辛号部。院26人，按狱人数3人，兼金渠曹水院25人，百担卒。吏250人，文学守住院60人，书佐50人，辛号巡辛号修辛号。刑230人，干小史231人。属官每县役到大者至令1人，10石。其次至长400石，小者至长300石。侯国之乡，至次亦如之。一本注曰：接长治民，显善劝义，进奸伐恶，礼送平贼，恤民食物。秋冬即刻，上记于所属郡国。2. 注一应少汉官曰：前书百官表云，万户以上未令，万户以下未尝。三边使孝武皇帝所开，县户数百而或未令。今阳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无3令耳。及南阳穰中土沃民仇4-5万户而未尝。桓帝时，以辛号将辛号汝南阳安慰女公主义，改号未令，主薨复其故。若此未系其本，足说令常以水土谓之，及至高下皆无明文。班故通儒数一代之书，思尽其真。著二胡广曰：秋冬岁尽，各蓟县户口垦田，钱谷入出。PG 2833。盗贼多少，上其疾步。城卫以下，遂义郡克效其功。公多犹未罪者，于庭未劳，免之以劝其后。复多犹未殿者，于后曹别则以纠怠慢也。诸对词穷犹困，收主者愿使官白太守，使取法。城卫福泽，以名下转乡都，为民除害也。明帝诏书不得录入皇寿，以别小人立也。凡县主蛮夷曰道。公主所食汤沐曰辛号国，辛号亦辛号。县万户以上未令，不满未尝。侯国未乡，皆秦制也。一城各1人，为大县2人，小县1人。本注曰：城属文书，典之苍玉。为主盗贼，凡有贼发主，民不利，则推所行巡，暗查奸诡，以起端绪。二哥属诸曹院使。本注曰：诸曹略如郡员，武官为庭院，兼乡5部，春夏为劝农院，秋冬为制度院。3. 注意史记秦并天下，宜郡县萧兵任，事不复用。注二应少汉官曰：大县城左右尉，所谓命卿3人。小县1尉1城，命卿2人。注三汉官曰：洛阳令至10石，城3人400石，孝廉左尉400石，孝廉右尉400石。元历796人，13人400石。乡有志，御史56人，左史、乡左77人，斗史、令史。色夫驾50人，官院使、干小史250人，书佐90人。辛号巡辛号修辛号刑260人。乡志有志，三老有角。本注曰：有志郡所属至百担。一长一乡人。2. 其乡小者，县治色夫1人3。皆主之民善恶，位异先后。PG
2834。知名贫富未富多少，贫其差贫。三老长教化，凡有孝子顺孙。贞女义父，让财就换，及学士为民法事者，皆贬表其门以兴善行。有角长角巡，进司监道。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4. 注一汉官曰：相互5000，则治有制。注2风俗通曰：治则田贤大夫，言其官才有制耳。注3风俗通曰：色者省也，夫富也，言消息百姓，君其义富。注4风俗通曰：国家制度，大律10里一乡。庭有庭长，以禁盗贼。本注曰：庭长主求捕盗贼，成望。都尉1。注一汉官仪曰：明年23未正1岁，以为尉士1岁。尉才观其事，习射御其持战阵。8月，太守都尉令长襄城尉会都事克殿罪。水家尉楼船，一袭战射行船。辛号过，辛号边，辛号郡太守各将万骑，行帐塞烽火追虏。至长史1人，程1人，治兵民。当兵行长领。治部尉1000人，司马后农。都尉皆不治民，不给尉士。才官楼船年56老衰，乃得免为民就田。应河选尉廷常。廷常克角巡。尉有角廷常阶。习设备武兵。武兵弓弩戟隼刀剑甲铠。鼓励斥则行。腾带剑佩刀，持隼备甲，射矛戟习射。射10里一庭，庭长。庭后5里一游，游闲相去2里半，司监道。庭长持2尺板矣。何贼所绳以收执贼。风俗通曰：汉家殷勤，大律10里一。庭刘也，盖行旅宿会之所管。庭使救民赋弩，改未尝。或谓庭赋。PG 2835。李有李逵，民有神武，善恶以告。本注曰：李逵长1里100家，神主10家，无主5家，以相检查。云有善事恶事，以告监。官1。注意风俗通曰：周礼5家为邻，4邻为里。礼者直也。礼有司50家，共居止，同事救兴，通其所也。边县有帐塞尉。本注曰：长进被羌夷犯塞。义其郡有盐官。铁官、公官、都水官者，随侍广辖制令，常集成，至次皆如县。告无分事，给军本吏。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治盐官主。盐税。出铁多者治铁官主谷注。2有工多者治公官主公税。物有水池及鱼利多者治水官主平水收鱼税。在所诸县均差，更给之治吏随事，不惧县员。注一太公因服曰：武王问太公，愿闻治乱之要。太公曰：其本在利。武王曰：利者治也，所以谓治其乱者何？太公曰：故利重罪有10。武王问利之重罪。太公曰：1利苛刻，2利不平，3利贪污，4利以威力迫胁于民，5利于使河间，6利与人亡情，7利做盗贼，使人为耳目，8利贱买卖贵于民，9利增益于民，10利振据于民。夫治者有3罪，则国乱而民仇。晋有之，则民流亡而君失其国。武王曰：民亦有罪乎？太公
曰：民有时大于此，处者则国治而民安。武王曰：时大何？如。太公曰：民胜利，后大臣一大也；民宗强，亲邻偶，下二大也；民胜富，亲国家，三大也；民尊亲其君，天下归牧，四大也；西暴寡，五大也；民有百里之域，千里之交，六大也；民以利威为权，七大也；恩行于利，八大也；民服信 PG 2836，以少为多，夺人田宅，坠人妻于九大也；民之基业畜产为人，所苦十大也；所谓一家害一里，一里害诸侯，诸侯害天下。武王曰：决利之罪，塞民之大，奈何？太公曰：察民之暴，利民其赏，审其诛，则利不敢犯罪，民不敢大也。武王曰：是民利相似，上下不和而结其仇。太公曰：为君守成，为利守职，为民守事。如此各居其道，则国治；国治则都治，都治则礼治，礼治则家治，家治则善恶分明，善恶分明则国无事。国无事则利民外不怀怨，内不矫饰。注二胡广曰：盐官，侯坑而的盐，或有凿井煮海水而以得之者。注同为器械，当注。也之时，善斥其火，谓之鼓注。使匈奴中郎将一人，比2000石。本注曰：主户难单于。至从事二人，有事随事增之，愿随事未圆。户羌乌桓校尉所至，亦然。一注仪应少汉官曰：永节屯中不难，设官府院兴号，立兴号。兴号使兴号。单于遂遣世子来朝，业者常送迎焉，得禄弓马毡祭他，物百余万。业者是器，还居表附躺藏，诏书及自授。户乌桓校尉一人，比2000石。本注曰：主乌桓胡。一注仪应少汉官曰：永节常使一人，司马二人，皆600。10并领鲜卑，克赐侄子，遂食胡服焉。晋书曰：汉至东，一校尉以辅鲜卑。户羌校尉一人，比2000石。本注曰：主西羌。一 PG 2837。注仪应少汉官曰：永节常使司马二人，皆600石。皇子封王，其郡魏国，每至父一人，乡一人，皆2000石。本注曰：父主导王以善，礼如师不成也。乡如太守，有常使，如郡城。汉初立诸王，因项羽所立诸王之制，地际广大，且至千里。又其官职父为太傅，相为丞相，又有御史大夫及诸卿，皆至2000石，时官皆如朝廷。国家为位至丞相，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治之。一至景帝时，吴楚七国视其国大，遂以作乱，己为汉是及其诛灭，景帝成之，遂令诸王不得治民，令内史主治民。改丞相曰襄，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官。武帝改汉内史、中尉、郎中令之民，二而亡国如故，原直接朝廷尉，属不得自治。至兴号，汉兴号成帝省内史治民，更令乡治民，三太复旦曰父。四注意胡广曰：后汉妾数无限别，乃至摄政事，曰非娶小夫人不得过40人。注二前书曰：改汉内史为京兆尹，中尉位直金吾郎中，令为光禄勋。注三汉旧仪曰：大司空和武奏罢内史，相如太守、中尉，如都尉、参职。事后中尉争权，与王相奏，常不和也。
祝嗣陈昭曰：官夫高祖之创业也，岂直弘勋硕的大必偶？生当其独虐，错之何泰而已哉？至于谋深虑久，封建子弟，颇为盘固，规谋宏远。及于三诏部中，燕陵邀绝其代淮。楚皆为外重，故宋昌曰：外为齐，楚淮南，斯非孝语。是过则必孰或通之？全国之难，诚故财物之富，作位之义义。既得之于前矣，故赐以己杖，用其奸谋。四允局下，愿生有矣。PG 2838。拜连师构乱，兵交粮缺，欲武催寇，诏自密期。景帝遂削剥国之权，克骨肉之源，封魏君而不听治其民，治魏主而稍见其臣。矫枉过甚，遂臻于此。吕或之为朝，后卒欲贵于来宠吴。楚之叛奔，侯王衡借以受翘，故贾谊欲西见以少其力，列虚矣。侯其生，此乃达官绅士兼于亲陪之要者也。疑似必传万里之。帝分之欲使动摇不得，于今为远算，且已爱矣。复哀平之计，刘氏昧于四海，宗正筑路，遂以万数。及乎后汉，弥寻前期，光武十子并列击外进郡，孝明八国不能开辟远民。国进则不可以大，不大则不足，未强，此所以本之之源，终以少故。若使汉分两越至二三倾国，吼吴楚数数四列波，割辽海而分黄之，开陇蜀而王子弟，使主尊显，依汉初之贵，民无定县许滋养之父。若有肆虐之嗣，可得非而不得消，必传刘氏。民信所奉发其侵伐兼并之信，郡其他族篡杀之科，治其入贡轻重之法，书其来朝往复之术。君君臣臣，永许百世之齐，一国之民，常无牵动之志，四方得志，听离官列封，怀贤报志，随所是乐土。强弱相谋，远近相催，举其大规，略其小志，与其化。一班之海内，天子之朝，自非异性见夺，不得兴秦王之师。诸波国自非杂户篡主，不降讨伐之诏。犬牙相惊，共为燕国。虽王莽善道，江河因而胆怯，曹操雄勇，亦安能以的事？思无四极圣然克行，民贤粗是亦足力。故父子手足也，昆弟嗣之也。当使筋骨髓血，动静足以相胜，长短大小干用足以相位。岂有歌进致富，取骨肉以增头，票背鹿骨，剥高鱼以避汗而味。鲁嗓葵案，可得比寿松晋侯焉勇种，必能长生久世哉？汉士得之为，犹能400载，为人师之甚，不满数十年。人自进士，矫枉太过，若列皇朝，非简贤之寿，为卿士贵，无余治之变。不能胜衣冠，早具公襄之尊，同盟幼子，传登怀岳之位。直应论道而未离保姆之养，续侯复政而服2-3尺一。因贤大度。PG 2839。秉笔至，高才硕儒，功成藐视。公素富而不忧，美景遂而愈。节兼受若流，回迁进禄，才奴任重，公惠信多。小比名于公，但系同罪于道直，裸称无畏，可以充得贬退刑患，不足矣。塞就星号或星号威，星号力强记，生时隆重，贤猜未逼，深受其弊。覆灭分体，若消仇寇，星号姬，星号姬，星号粉同气，有过他逆。忠贞之士，横罗其凶；至节之人，狼狈其祸。燕伯使审记，种使比，显思贤辅，彼有国书。
赵伦以星号蠢，星号冲，星号与排天。其忧以贤明谢氏，王欲忝疑，渊孙就近，不可胜宰矣。启州汉之君多孝悌之信，晋宋之主秉豺狼之情，盖世事使之然也。朝行私术，系穷崩乱，未能隔圈，来世愈甚。苍生为此将尽矣，四海为此构矣。外晋郡，孝明八国不。本注曰：副主导王。
今日看有地要拿来，台湾你已经要整理你，已经倒后要切切有啦，已经个涂骹看要扫扫的，看会着要扫扫啊，我涂骹后惊人扫扫的。应该吼爱用迄砍的啊，啊迄规领啊摕较细细安尼，像迄皮单安尼规个拢砍的安尼。